芊芊，小心！苏子英，你求韩少君不要误会，小人只是怕风大，三公主感染风寒。如果哪里做了不对，还请少君包涵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你干嘛让茵茵跪着呀？不是我让她跪的。回三公主，小人触怒了韩少君，韩少君才对小人略施小惩，惊扰三公主了。我什么时候罚你了？韩少君，您若对小人有不满，小人任打任罚。但是您千万不要误解我家公子对三公主的好意。我哪个字提到裴恒了？韩硕，裴恒送茵茵过来真的只是照顾我的。再说了，茵茵又乖又听话的，你不要总是把人想得这么坏，好不好？茵茵，你上车吧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少君，您近日频频捶胸，是不是心悸又犯了？不是心悸，是堵得慌。韩硕，你去找二姐商量商量我们今天的行程吧。你们两个，一个智勇双全，一个治军有道的，有你们在，我就放心多了。就是你们俩一定得好好的商量，仔仔细细的商量，明白吗？去。这才是偶像剧的正确打开方式，太养眼了。二郡主，少君约我此次前来，是为了二郡主，出招吧！出招。既然提到仗剑英姿，想必是教坊司一战二郡主未能尽兴，正好借此机会，我们再次切磋，剿匪一役当前，倒也应景。比试？不是，这不是约会吗？教坊司切磋，原来是我理解错了。不是你理解错，是韩硕他理解错，他。二郡主，出招！无妨，这个男女主角练剑也能擦出火花，比武嘛，就你来我往，至少得有点身体接触，随之互生情愫。好。我就说嘛。
再来！完了，这是让偶像剧要变成武侠剧了。你让着他呀，跟女孩子比武，你怎么那么狠呢？不是。